经我无悔，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将我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预备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是你所预备的时刻，为我们每一位渴慕到你面前亲近主，也能够真实的跟主相遇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这极大的恩典。借着今天下午，你忠心的仆人葛绍兴牧师，他跟我们的分享见证美好的一个讲座，再一次要带领我们到主面前享受敬拜的喜乐。我们将今天下午的聚会仰望交托，求主圣灵跟我们同在，在每个人的心里感动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天父上帝，因为在士林教会的生日，士林教会生日是3月9号。咱教会是马街来设立的，拄啊12点外有一阵差不多20外个历史诶，迄落伊是伫咧东海大学一个历史教授带的。因早起去看士林另外一个所在，下晡要去草山，我听因咧讲要坐260的公车。刚刚好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附近，那个老师说：“哎，这个行啊来有一个来行的人在看。”所以就带他们过来了。迄阵我无碰到，结果他们一进来，伊迄个教授佫知，他们好像刚刚弄好5楼有东西。我来的时阵，因已经按5楼来啊，超20-30个。感谢主吼，牧师娘甲志璇在遐，所以有甲因做一个介绍。他们都是历史，是东海的一个历史教授，然后有一群历史学者。他在要离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哦，伊家遐讲，他特别是研究长老教会的礼拜堂，伊家遐讲，他讲踮咧都市亲像踮咧巷仔内，佫有这款空间哦，足少，踮咧空间佫足少。牧师娘有特别甲因讲到，咱这个拜堂，这个礼拜堂里面的砖块。听福音已经超过100年哈，因为它是在1910年代台北神学校，就是现在的亚洲水泥那个地方，双连教会隔壁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原本的神学校，1955年移到领头台湾神学院，我们士林长老教会把那个砖块6万多块的砖块买过来，所以这个礼拜堂在1958盖起来。我看迄个老师历史比我较熟显然他真的有做过研究，所以他带了那群20几个。我们盼望不只是硬体建造起来，更重要的是软体，我们的生命有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让我们士林长老教会今天在生日的时候是3月9号，士林教会生日是3月初9，所以3个我们都会安排这样的一个培灵会。今年特别邀请葛绍兴牧师在我们中间。他在20年前在台湾神学院装备受造就的时候，曾经在我们的中间迄个时阵是罗永书牧师的时代葛绍兴牧师迄阵也是台湾新人的学生在咱中间，所以咱真感谢，就是讲这摆伊欢喜，甲咱三个斗阵。所以原来的安排，下晡这场，下午这场是针对不良布牛，就是我们的敬拜团。虽然说人数只有10来个，我个人是足期待，就让他跟不良非常好的生命分享，当鼓励咱这敬拜团的同工，也让得到一个更新得到一个更清楚的方向这是原本跟同工在一起预备的设计的。然后晚上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培灵会，不过因为是分享的敬拜，所以这当年都不是干那布牛不只是布粮，所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所以咱们最近用这首诗歌来演这首诗歌，来唱这首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下午是讲座但是我们领受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让咱真正会当真做伊所欢喜的行礼，在敬拜中间跟主更亲近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望咱每一摆在敬拜时阵，拢会当享受正做上帝囝儿迄款的欢喜，领受上帝所给咱的荣耀。葛兆新牧师在过去这20年的服事，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认识过他所以有人讲以前风闻有他，虽然北京 K 联盟还是风闻多，但是今天登桃对面，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讲座，所以他等一下比较多会从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侍奉的经历敬拜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做一个勉励当然，我相信他后面也会有一点时间，让我们跟他有一个互动你自己在服事的中间，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说你有什么样想要问他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座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士林长老教会今天下午能够预备主你所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盛宴，也就是心灵敬拜的一个喜宴。求主啊，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显明在我们中间，借着葛牧师，他带给我们从上帝你那边来真实的话语。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耳，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得着饱足。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拍手欢迎葛牧师谢谢许牧师。我想应该大家说要登桃对面所以我把口罩先拿下来一下，那大家不要吓到看起来有点老我有人跟我问讲，你的迄个喙鬚你的胡子是 P 图 P 上去的还是真的我有一次来台北，唔知参加一个什么会，一个牧师讲，跟我讲说，我在脸书上看到你搞不清楚到底你是用 APP。然后弄个胡子还是真的有胡子？我说我真的有胡子伊就跟我问讲，为怎样你哪有胡子我跟他讲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咱2020年咱就拢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拢挂这喙安嘛我们都戴上口罩，所以戴口罩呢没有剃胡子就感觉没有关系这样那不知不觉就胡子就越留越长然后有一天我就这个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说，其实我竟然可以留出胡子来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去年我就告诉我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明年2022年我50岁啦，我跟他讲说我留胡子留2年。然后50岁的时候，我会直播理胡子然后到时候大家看我就会比较年轻一点非常感谢许牧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我的服事哈。其实也来到咱中间会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是徐牧师在去年我们有办了一个营会，那在这营会里面，许多长老教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士林教会的年轻人也有来参加。那许牧师跟几位的长子特别在其中一天，他到南部开会，还坐车来，还是开车过来，然后来关心然后在合照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跟我讲说：“每年是咱的教会那个周年要请你来啊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在刚才在唱那首诗歌，我有很多的回忆因为刚才那一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是我在台湾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要毕业前写的歌啦。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毕业的祷告是什么？我的毕业的向上帝的回应是什么？那我就写下这首歌作为我的励志，我的祷告。我告诉上帝说，我永远都需要有你，我永远都需要有你，因为我无法度。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服侍。真侪人拢讲哇，教牧师你哇，你敢若亲像多才多艺。其实我头甲你讲，介绍牧师囝拢安尼，因为我嘛牧师囝介绍牧师囝，你自细汉拢离教会大汉嘛咱学真侪服侍参悟真侪。可是我自己内心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来服侍，我永远需要这位上帝来帮助我，来带领我我永远需要他的话语来作为我脚前的灯，跟我路上的光。那我很多的回忆，刚刚从这个巷子走进来，很多的回忆。但是其实巷子外面跟里面很多那个，虽然巷子看起来一样，但是外面跟里面看起来有很多的不一样那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不同。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我许多的创作的诗歌，其实跟我们士林教会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在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在士林教会实习，在那个实习的阶段写了一些的诗歌那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跟别的神学生不太一样，其实一般神学生是6日来礼拜6来，礼拜天服侍完回去，我是礼拜5就要来。那礼拜5来做什么？礼拜5就是有不良的团练的时间所以礼拜5就必须要来，然后就来这边，然后看着大家练习，然后跟大家有一些的鼓励跟分享，然后又借由这样一个机会，开始有一些的那种诗歌的酝酿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在士林，在这个地方那我今天很想跟大家来谈谈在敬拜的侍奉或者音乐的侍奉这条路那我打算从该隐亚伯的献祭开始谈那这是我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只要谈敬拜，只要谈侍奉，只要谈不管是不是音乐只要谈敬拜、谈侍奉，我都很有负担要谈的就是从该隐跟亚伯的献祭那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看应该可能投影片上面有创世纪的4章3到7节，我用这个做开始。这里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公物就是礼物了，然后他来献给耶和华神献给上帝。那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2兄弟来献祭，可是接着他说，上帝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个结果就是该隐就生气了，该隐就发怒了，该隐他是向上帝发怒呢。上帝你起圣地干嘛有人你起圣地大声跟你讲一个变面呢，变了脸色。哇！可是上帝就对该隐这样讲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要变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的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那你却要制服他。”这段经文，我把它说，它就是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第一次记载人们向上帝
敬拜啊，或者献祭啊。他的敬拜是用献祭来表达了。第一次记载，在那个之前没有记载过有人来献祭，在那个之前没有记载过人们来敬拜上帝，没有记载。我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没有？其实因为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其实跟上帝就是天天在一起。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之间就是没有任何的隔阂。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时时刻刻就是敬拜啊。他不需要透过一个献祭，然后来跟上帝接触啊。他随时随地都见上帝的面。那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献祭？献祭是在哪里开始献祭？献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该隐跟亚伯的爸爸妈妈谁？亚当夏娃犯罪啊！犯罪，上帝告诉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有一棵是不可以的，那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啊，当然不太是指说立即马上一吃，哎呀这个有毒啊倒下去死，不是这样。可以有几个解释：第一个，他灵性死亡了；第二，他跟上帝隔绝了，那跟死亡比死亡还要严重了。或者是说死亡会进入世界等等，有很多的解释。可是吃了以后呢，他们跟上帝之间确实产生了很大的隔阂。他们遇见上帝不再那么容易，因为当上帝出现，他们躲起来。有没有你记得吗？他们是不是躲起来？是啊，上帝一出现呼叫他们，他们就躲起来。他们怎么回答上帝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以前听见你的声音，应该是我就喜乐。听到上帝甲叫，我足欢喜，足喜乐。现在听到上帝甲叫，足惊吓。迄个惊吓，敢是上帝变歹，足歹？不是，是因为人犯罪，人犯了罪，所以人犯了罪，恐惧就产生。因为他知道，其实内心里面知道他得罪上帝，所以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躲起来了，一直避了。所以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罪使这个关系破坏。那敬拜就是要恢复那个关系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在伊甸园外面献祭，但伊甸园里面不用献祭？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跟神在一起。那在外面，他必须透过献祭，让他有一个机会，好像搭一个平台，来跟这位上帝会面，来跟这个上帝好像关系的建立。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所以，就我这些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最大的问题，人跟上帝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是有罪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见他的面。所以敬拜是什么？其实敬拜，第一，敬拜是献祭。每一次敬拜，我们是把祭献给上帝。每一次敬拜，我们是来到他的面前献上给他。我用一个题目叫：到底是献技巧的技，还是来献祭？当然不是献技巧。过去这些年，其实我不乏有一些机会去到一些的教会啦、中会啦，去分享关于敬拜方面的一个经历，或者是一些培训，或者一些的学习。总是会有牧者会私底下来问我，他说：哎呀，这吼有时阵安尼吼，看教会敬拜团吼，甲亲像有人会讲你是咧表演呢，是咧啥物？不是敬拜，不是献你的技巧，不是在炫技。敬拜其实是在献祭，是在献祭。所以你从刚刚的经文，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该隐跟亚伯表达敬拜的方式是献上公物，献礼物，献公物。公物这个字，不光是指献一个礼物给任何一个人，不是说我今天生日我送你一个礼物然后就是献礼物，没有，这个字它是用来描述下对上的，所以意思是说，是我们人来献给神的，献给上帝。敬拜是一个你献给上帝祭，伊是来到上帝面头前献给上帝，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把那个祭献给上帝。如果我们每一位参与在敬拜服事的弟兄姐妹晓得这一件事的话，哇，那我们的心态就对了。常常我们有一个心态是不太对劲，就是到底
我是在表达我的高超技巧还是什么？我记得我在我神学生的生涯里面，曾经在3个教会实习，而其中有一间教会，哇，有一次啊，我实习完了以后，跟教会的牧师，我每一个月会有第1周啊，要跟牧师会跟我吃饭，在他的牧师馆，那我就进到牧师馆跟牧师吃饭。有一次我在跟牧师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来按电铃，然后牧师就去应门，然后应门完回来，牧师有这个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就进来，我就问他说：“牧师啊，多拉是安怎哟？啊，对，那面色无啥好看呢。”他就告诉我刚刚发生什么事，就有一个妈妈带她的女儿来，然后来按电铃，然后就跟牧师讲说：“牧师，我的女儿是师大音乐研究所的高材生啊，然后她要来服侍啊，她要来服侍。”然后牧师就跟他讲说：“哦，非常好啊，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缺司琴啊，缺很久了，因为你知道儿童主日学还要另外拨时间出来嘛，你要拨时间出来服侍，然后又要主日的那个崇拜，所以其实能够这样拨时间出来的人不多。”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缺司琴。哇！他讲完以后，那个妈妈很生气。我左囝是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呢，你学习儿童主日学，我唔是要甲你讲我左囝要学习儿童主日学，是要甲你讲接煞迄个搁偌济爱安排阮左囝司琴嘛。庆典的是，搁偌济是复活节的时候要安排我女儿，因为她是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啊。哇，这个牧师就很难过啊。他讲，咱服侍的心态是安尼，服侍不是我要来服侍主，教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欠缺甲需要，我要来服侍主，我要来将我的技巧献给上帝。敢若是我要来找一个平台来展现我的技巧。其实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了。所以敬拜是一个献祭。你看在希伯来书第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常常用恶乐当作祭来献给上帝。所以我在教会时，我很喜欢问弟兄姐妹，问每一个不同岗位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你的赞美为祭来献给神？你有该献祭献给上帝不？是你来家，你用该第一讲，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夸奖？有没有人赞赏？有没有人来肯定我？那个是次要，甚至不重要。那个不是我们参不参与服事的重点，那个是服事神，那个是附带的。服事神不是为了人们看见、人们肯定，而是为了把颂赞为祭献给上帝啊。罗马书12章1节，有人这样问我说：“牧师，到底我们应该献什么？献钱吗？献什么？”我说要献人呢。因为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你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所以什么是真实敬拜？把自己献上，把自己杀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当牧师的孩子，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为自然而然是牧师的孩子嘛，就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理所当然，所以就认婚啊，认份啊，反正该来服侍。谁叫我爸爸是牧师呢？就在教会服侍。这第一个阶段叫认份的阶段，但第二个阶段叫不甘愿的阶段。到我青少年的时期，因为青少年的时期，人们总是有一点那种，人家讲说反叛期嘛。那我的反叛没有表现在于忤逆我的父亲，其实没有，我还蛮乖的我也没有在于说离开教会跑去别的地方，其实没有。可是就是不甘愿那种我
一点钟都要好塞，哦，然后有一些安排到服侍的人没有来，他们可以不用来，无事囝别人不用来，阮兜都住伫楼顶，都来的，我要走去礼味吼，去参加团契，迄某咪人无来啊，轮到什么人无来啊，就活过来看我，我嘛唔敢讲，要做唔甘愿呢，奈拢我。我不甘愿，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涯里面，我回顾，我发现，我有那不甘愿的那个。我们在那中间有多少人？你是从那个民间信仰来，民间信仰杀猪公哈，猪公会咬一个橘子在他嘴巴里，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甘愿呐，伊个甘啊。放伫遮甘愿，你来甘愿啊！迄是硬甲踢落去的。意思讲哦，你很济吼，还甘愿。其实我就是不甘愿啊。没有敬拜就是要甘愿，敬拜是要把自己当祭物献给上帝。上帝啊，我把我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你。我不是献钱，然后人不献，我是要把我这个人都献给你。因为我是你怜悯的，我是你拯救的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我怎么理解什么叫献上活祭？讲到活祭，我就会想到难道有死祭吗？有。伫古有时代献祭拢献什么祭？死的祭啊，因为你个抬死嘛，对不？如果把他杀了，多么容易啊！杀了以后献上一了百了，但我们是活祭呢，就是死不了啊，死不了比较痛苦了，因为你只要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反悔的可能，你只要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可能你不愿意献上。弟兄姊妹，在讲台上啊，带领赞美敬拜或在前面，我不知道你教会在哪里带，有的是在前面，有的在讲台上，不管任何的服事啊，台上是一回事。台下是另一回事，在台下的每一天都要献上。我们不可能，我们在台下哇，每一天过着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然后礼拜天早上摇身一变，忽然就变很属灵，代志不是安尼发生的。我们在台上，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在台下所累积、所建立的，所以每一天都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敬拜不是一个表演，敬拜是献给上帝的祭。我参与赞美敬拜的服事，我也带领赞美敬拜，我也教导赞美敬拜，我也有许多的机会在不同的教会观察到赞美敬拜。有时候确实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不晓得敬拜是献给神的祭，而且他也没有把自己献上。我曾经在某一个教会，交换讲台要讲道，那要讲道前，我就坐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椅子，那前面有那个教会的敬拜赞美团在那里带领，那他们带领完了以后呢，那个司会就上来再祷告的时候，这些人就噗不见了。然后我在我自己教会里面有一个习惯，就是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在别的教会嘛，因为在我自己教会有个习惯，就是我讲完道以后，我就会告诉敬拜团说：“哎，我要唱刚才那一首诗歌啊。”结果那一次我就讲完道，我就说：“敬拜团，我要唱刚才那一首诗歌。”敬拜团跑去哪里？不见了。然后我就问司会的长老：“敬拜团呢？”伊讲：“唔知人走去对呀。”礼拜刷的时阵吼，做完礼拜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去找他们。我是这样想啊。通常有些教会是能者多劳哈，有的带完赞美敬拜以后，他要去教主日学哈，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呢，我就要去找他们，结果他们说已经不在了，不在教会了，因为他们的服事已经结束了。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概念。他以为他的服事就是那一个20分钟的时间，他以为他的敬拜就是那20分钟的时间。我献了啊，无我的代志啊，我走去啊，我服侍煞，我的节目煞，我的演出煞，我的表演煞，就走去啊。
迄其实是做唔对的吼，迄无咧限制。所以我伫我的这观察里面就发现了这样代志。所以第一点，敬拜是一个献祭，敬拜是一个献祭，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第二个是人的献祭不都蒙悦呢？这个更重要。在我们刚才所看的那段圣经的记载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有2兄弟来献祭，该隐来献祭，亚伯也来献祭。可是呢，你发现这里说上帝他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人献祭不是都蒙冤啊！真侪人看到这也感觉讲，奇怪，显然人为什么没有蒙冤啊？上帝，你是不是大细巴啊？上帝，你是不是偏心啊？你只拣选亚伯你不拣选该隐，怎么会这样？都有献祭呢，怎么你会那样？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太不公平了。上帝是不公平的上帝，是不是呢？我们会这样想。弟兄姊妹，你认为为什么亚伯的祭会被冤啊？为什么该隐的祭不会被冤啊？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我说上帝可能不喜欢，上帝比较喜欢那个羊肉啊。上帝不是吃素的啦。上帝不是吃素的，不是吃菜的，他是吃草的，他做爱羊吧，所以献羊肉，他好高兴那个献那个不高兴。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上帝比较喜欢羊，我以为亚伯献的比较好。我小时候曾经我被误导我被主日学老师，其实不能讲主日学老师，应该怪总会啦，这个在开玩笑的。因为总会有那个挂图以前教会都买那个挂图，那挂图我讲是真的，我没有乱讲的。那挂图上面就是那个亚伯那个羊好漂亮啊！该隐的那个农作物烂的丢在地上，这真的呢。我小时候这样看，我看那个主日学老师在教的时候，那个挂图，我内心就有一个想法难怪上帝不会冤啊，把那个烂的那个蔬菜稻米麦丢在地上，上帝怎么会怨呢？结果老师也这样讲。你看这个各位同学，你看这个烂的，上帝不怨你看这个羊，这么肥，这么漂亮，上帝怨我们以为是这样，可当我开始去研究圣经，我发现不是我发现有原因我让你来看，从原文希伯来文的文法的排列你来看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然后一个动词就是看。然后呢，有一个介系词叫做在谁的身上，然后有一个名词，那个人的名叫亚伯，然后再来一个第二个介系词叫在，然后再来一个间接的受词叫做祭物。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那你来看第5节，这边说耶和华上帝呢，他看没有，就是没有看在该隐在祭物。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上帝看什么？看人，是不是？我们以为看祭物，那个看，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悦纳的意思，就是有悦纳的。当上帝看，就是他悦纳；当上帝不看，他不悦纳。所以圣经有些地方记载说，上帝掩面不看。什么叫掩面不看？他不悦纳。他看，他悦纳。不要以为上帝是那一种，比如说有人送给你礼物，然后这个人我很讨厌，礼物留下人走，不是上帝没有看你这个人，他不会看你的礼物，他不会看你所献上。曾经有过一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说：“屏东和平教会是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keyboard 这个。”吉他、电吉他、电贝斯跟爵士鼓，你把迄型号跟我讲，我要抄起来我甲伊问讲，你现在要抄起来？伊讲阮的小会二挂啦。那迄个屏东和平教会因买咱照对咧买。我来问讲，牧师，恁教会规模大概是安怎恁大概恁的迄个礼拜堂大概什么型
伊就甲我讲，我讲唔免啦，你唔免买甲迄啦，无，阮二骨来买迄。我讲啥二骨该买迄？伊讲啊，你的金马团袂歹啊，我若照你这牌子安尼甲买开吼，我的金马团应该会袂歹啊。我想我真好用安尼吼，安尼我应该安尼报告互世人知安尼吼，大家安尼照迄个型号安尼甲买起来，哇，金马团甲组起来，安尼就会足好的敬拜，袂。你敬拜的是毋是？就要一定哇，来买足贵的音乐，啊，足贵的乐器。哦，即只迄斯坦威的迄个平台钢琴，安尼甲摆出来，哇，是安尼吼。哇，一台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哈，一台哇过来千万的organ安尼甲买起来，哇，那上帝就足感恩，足欢喜，感谢呢？毋是，迄也没无关系。啊，我若吼家己写歌，哇，写迄歌，哇，安尼足大曲，安尼哇足安尼偌安怎？啊，上帝就感恩，袂，迄也没无关系，含啥有关系？含人有关系。上帝说，神所看重的是献祭的人啊。是人，可是问题来就，这不是说祭物本身不重要，不是，祭物也很重要，你不能乱献一通。但是人却才是上帝他要不要悦纳你所献上的关键。这是第一个献祭中间咱看到的哦，咱看到你原本看的是安尼啊。你看这诗篇第51篇第16节。到第17节怎么说啊？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啊！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悦纳人，就悦纳祭物，但当然祭物要先对。啊，神不悦纳人，神掩面不看。”神不会说人走，祭物留下来，不会，神不看。所以参与敬拜服事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符合上帝所要的？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字义的解释来看。第7节。上帝对该隐说话，我觉得我们要看上帝对该隐说的，因为该隐没有被悦纳，那我们总要看为什么没有被悦纳。上帝有跟他解释啊，上帝不是说啊我没有理由的，啊我是故意的，没有，上帝其实是有他的理由的。他对该隐这样说，第7节哦，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我以前都以为啊，那个行得好叫献得好。啊！你现在想歹啊！啊！你现在想抽象的啊！啊！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挂图啊，那个烂烂的那个蔬菜水果，烂烂的那个大麦、小麦，烂烂的那些谷物丢在地上，啊！神当然不要啊！你要献好一点啊！你献的不够高级啊！哎，你的等级不够好啊！你的 level 不够高啊！啊！你若献较好的得愿啊！那个不是呢，这讲行得好呢。啊！这行得好有什么意思？行得好的原文叫亚塔，也意思叫做改正你的行为。上帝告诉该隐说，除非你改正你的行为，你如果改正你的行为，你不会蒙悦纳的。你要改变了，你就无改变了，你的行为唔对。我们问下你姊妹你讲，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行为不对？献祭的行为。你来献的时候，姿势不对啦，姿势唔对啦，敢是姿势唔对？我有一届伫一个所在，嘛是类似安尼一个培灵会啊，我去做讲师，啊去做讲师，我坐伫台下顶，坐台下骹啊，头前咧前面在赞美敬拜，然后赞美敬拜之前，就是看到他们敬拜团哦，其实很有纪律哦，真的很不错的。就站一整排，然后在旁边 stand by 这样，哇，去每个都站得好好的。啊，当然就是很规矩这样。我内心蛮佩服，我说哇，这个教会真的实在是很有纪律哦，哇，每一个人像军队一样，哇，每个站得好好的。然后这个要开始之前，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人上来讲说，哎，弟兄姊妹，那你我们今天晚上培灵会就要开始了哦，啊。
我们要站立起来，我们给上帝热烈掌声。哇，敬拜团就哇，每个人哇走上台一致哦，然后全部鱼贯的走上来，然后站在那边，然后一站上来那一刻，忽然间他们的脸是这样，真的，哇，一致啊！然后就开始这个鼓一打，然后这个钢琴一演奏，然后他们开始就这样。哇！我在底下哈，快点，差点笑歪了，你知道？我心里想说，哇，这个实在是太强了哈！哇，是怎么训练的哦？哇，那训练到安尼吼，安尼留啊亲像迄个朝鲜人民族主义共和国啊！我讲是真的啊，不好意思讲，哪个教会外教派的不是我们的啊？是不是他们要这个行为啊，在台上的行为？献祭当时的行为，哎呀，他们怎么献那个姿态啊？是不是他们要高跪姿，还是要低跪姿，还是要五体投地，还是要怎么样的献？是不是这个行为？不是，是咧基什么会？基伊的素来所行的。你平所所行若无改变哦，未受接纳。除非你的行为改变，无我未甘纳。你掠做你献祭来到我的头前，我唔知你伫厝内是安怎样。其实上帝是在讲这个。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啊，耶利米书7章3到4节，这一个字在这个地方就翻得很好，他就没有翻行得好，他讲改正行动作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跟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改正行动作为，就是这个亚塔这个字。所以上帝是在告诉该隐，你要改正行动作为啊！不要以为只是来我前面做一个献祭的仪式啊，因为我的眼目遍察全地，我晓得你平常是怎样。你如果没有改正行动作为，你不会蒙悦纳的；你如果改正行动作为，你就会蒙悦纳的。所以该隐不蒙悦纳的原因，因为他的行为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也伫圣经内面定讲这句话对不？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上帝目睭看做歹的，啊！你若惊上帝目睭看做歹的，啊！要来献祭，上帝连这个人连看都唔看，那会甘来伊所献的？这代理咱思考呢，值得我们思考。我在2003年的时候，回到我出生的母会屏东和平教会。那时候我爸爸还在和平教会当牧师，我跟他一起服侍。我刚回去的时候，然后教会有一批的年轻人，这批年轻人说起来也蛮愿意服侍啊，然后什么服侍都看到他们，主日学也看到他们，敬拜团也看到他们，然后教会的一些长子也跟我讲说，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封牧，他说葛传道，传德。其实这群青年人，你会让加改因吼，加一寡时间给因做，因做肯做的啊，他们都常常都很愿意出来服侍啊，他们一定会是你的好同工，这样，我就这样跟我讲，我就说好啊，是谁啊？他们就告诉我，给我几个名字，因为我大学神学院跟这个神学院毕业那3年。其实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在屏东的嘛，所以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也没有看过他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会有的孩子还是怎么样哦。那就有这个我们的长子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就记得这些事情，然后去看这些人，然后观察他们在做什么，观察他们是怎样的人，然后有令我惊讶的发现，就这群人他们感情很好，然后他们常常在一起。但是呢，他们不一定很属灵啊。
他们常在礼拜六，他们的这个小组聚会完就不见了。那会跑去哪里？会去夜唱，然后呢会去夜游，啊会一起去哪个地方？有一天被我发现，他们一起去垦丁，然后住在同一个地方，男男女女，然后拍出来的照片，桌上都是酒，然后底下的收着还变得红叽叽啊那样。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可是隔一天礼拜天又来服侍，哇，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啊！其实我也很难过，讲其实教会的人都唔知啊，拢无人发现到这个代志。我唔知有人发现无啦，唔过拢无人讲。啊，佮来甲我讲，伊是做好的同工，你爱吼加安尼吼，互因服侍，哇，他们一定会成为你的好同工。哇，因做甘心的，做安怎做肯服侍做肯。但是我却看到这件事情，哇，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怎么办呢？那如果不用他们，那有谁呢？我面对一个两难嘛，因为我刚回来啊，我不认识谁。然后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带我们的大哥大姐姐，其实都，你想我年纪跟着大，他们也都跟着大啊，呀，然后怎么办？如果他们没有来服侍，怎么办？我会不会没同工？会不会教会就会受亏损？会不会就怎样？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哇，上帝就把刚刚那个经文写明给我看，哇，在上帝面前痛哭啊！我说主啊，怎么办？然后我要跟他们讲吗？我要怎么样告诉他们？我挣扎许久，有一天我把他们找来，就把这段经文告诉他们，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上帝看的是你平常素来所行的，上帝看的是你这个人多过于你的技巧、你的能力，多过于你在教会所做的这些所谓的侍奉的工作。哇，里面有一些人就非常生气。当然有一些人，他就在我面前说：传道我知道这样不对，我愿意改变。可是有一些人很生气，当场转头就走，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已经过10几年对2003年到现在，2003年到现在就离开教会。他觉得说啊，这有什么大不了啊？为什么以前都没有人这样讲？为什么你一回来，你是不是新官上任3把火？是不是你仗着很多人很难听的，你仗着你是牧师的小孩，你就想要怎样？你想要对我们开刀，我就不愿意就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看，上帝他就是要悦纳，就是悦纳那些愿意改变的人。他说：你若行得好，你若改正你的作为，岂不蒙悦纳？其实是说一定就会蒙悦纳。如果你改变你的行动作为，一定蒙悦纳。可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是死性不改，我就不爱改变，或者他就活出一个2分的生命，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在外面是一个样子。他以为上帝不知道，可是耶和华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蒙悦纳的条件是成为对的人，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其实是一直整个的旧约一直到尾啊，特别是这个以色列、犹大这两个国家去灭亡分裂了后，灭亡人去用掠去外邦的时阵，这个先知的信息啊，爱行耶和华看作对的，爱行做上帝看作好的，不是去行上帝看作歹的。这第二、第三，那么对新约的应用来看，其实新约冇应用到这段的圣经在了，新约有引用，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4节，这里是这样讲，他说亚伯呢，因着信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安尼讲亚伯伊献的这，伊是因着信来献，因着信来献。意思就是讲，那该隐就不是因着信献哦，那他献的比该隐的更美。不是只讲他的祭物比该隐所献的祭物更美，
无安尼讲，是伊现在这个代志比解阮的更较水。这咧讲到伊得到一个称义的见证，称义的见证。什么叫做称义啊？称义伫个原文内的意思，就是讲伊伫品格甲伊的行为的顶面是正确、是无罪、是圣洁的。伊做上帝爱伊所做，行上帝爱伊所行，伊真做上帝所欢喜的，迄个款式啦。哇，这非常重要。他在品格上，他在行为上，伊是对的，伊是无罪的。伊是圣洁，这叫做称义。这个人得到称义的见证。所以，另外就是在影射什么？该隐没有得到称义的见证。该隐所献的不是神所喜悦的。该隐他没有因着信，伊要行伫信仰的路上。其实，伫圣经里面讲的信心跟信仰是同款意思，要活出一个有信仰的人生啊！你对上帝的信。你有信伊无？你有信伊是上帝？你有因为伊是上帝来敬畏伊无？你有伫你平常的行为中间来干证讲，伊是我所信的上帝？啊无，这是比什么物件拢较重要。伫约翰一书第3章12节嘛，安尼甲咱讲，毋通亲像该隐啊，伊是属于迄个歹的，他属于那恶者、恶者，伊杀伊的兄弟。他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家己行为是歹的啊，叫做欺上帝受气，后来迄个受气安怎？迄个罪就愈来愈大，大到伊去杀伊的小弟。其实上帝其实是这样告诉该隐的，他说：“你若行得好，你若改正你的行为。”岂不蒙冤啊？你不改正你的行为，危险。因为罪伏在门前，伊密伫个拍伫个门前，拍伫遐，密伫遐。你唔好出门，你出门安怎？伊甲你掠，他必恋慕你。什么叫恋慕你啊？恋慕你就是伊爱你了，他爱你，他要跟你谈恋爱，他追你，他跑去扒着你不放。可是你要制服他，你要赢过伊。你若无赢过伊，你互最较赢会害哦。啊，有互最较赢无？有。啊，伊起生气，伊无愿意改变，要万斗造出来，怨恨、嫉妒、苦毒、怒气，哇，爬满了全人，淹没了他，吞灭了他，然后哇，生气起来，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上帝都有甲警告，所以这是一个介严肃的议题啊，介严肃的一个议题。所以你看约翰一书安尼讲法，对对，给咱提醒，他在告诉我们，关键蒙冤了的关键在于人的行为。这在讲的是什么？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我的教会的敬拜团队，或任何的服侍团队都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经过这些年的教导跟带领，慢慢让我教会的团队有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所期待、我们所盼望的这些的怎么讲条件或规范。其实伫我教会内底敬拜团不是用。怎讲？我安尼讲就好。教会，我的教会敬拜团是用申请的，就是不止敬拜团，任何的团队侍奉团是用申请的。弟兄姊妹他要来申请，然后申请的时候他要填写申请表，然后他的申请表里面呢，他会有一些的项目，评估项目，然后他要把这个申请表呢，他填写他基本资料。姓名啊，什么时候来教会啊？你上过什么装备课程啊？你参与过什么侍奉啊？然后写自传，你怎么信主的啊？然后你怎么在教会成长啊？你为什么想要来申请加入这个团队的理由在哪里？要写下来，然后掀过来，那边遐有啥？就个评估的物件，伊来甲迄张头前的部分写下来了，
交给伊的小组长啦。然后他的小组长啊，就拿到背面，根据我们当中所列的那些的项目，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委身在参与各样的聚会的人是不是对1分到10分几分？他是不是一个能够在信仰上面有追求的属灵的这个灵命的造就、灵修生活怎样？1分到10分？伊是不是一个会让团队合作的人伊有法度甲融入团队甲人合作的1分到10分？这个人伊的品格如何？1分到10分？这个人伊的这个人际关系如何？1分到10分？等等这一寡这条件。然后这评估了下底就有一个项目，对这个小组长呢，伊第一叫做极力推荐，这做好。极力推，第二个讲同意推荐，这算袂歹，同意推荐。第三个讲不予推荐，安尼了来，阮才来安怎呢？甲伊遮个人集合来，伫某一个可能礼拜下晡，还是礼拜六早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来做什么？如果是敬拜团队，就是试唱或试奏啊。你讲叫伊安尼用1、2条歌唱互大家。在同工来听呢，还是讲伊若是这乐器的，就演奏一下，互大家安尼来听。这个听的中间听了后，就有3种的迄个，这结论啦，结论3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讲，这个人爱辅导专业啦。什么叫辅导专业？人足好啊，毋过伊唱出来只有天才听有啊。迄个时阵讲安尼暂时即摆毋好唱。即摆毋好唱，因为即摆唱是其实主要是兄弟唱爱听有，安尼那天才迄个以后才唱互天才听以后才主要所会感纳辅导专业讲无你做别度安尼即度无拄介好安尼。第二个讲其实他是有潜力，但是他的技巧需要提升就甲伊放入去伫栽培中间透过一寡课程栽培，互伊学习到某一个程度，这个部分会过了。咱才来考虑第三种来讲，这个人伊会当参与伫这个见习的这个中间见习比如讲伫这个敬拜团咧安尼练习的时阵你就大边见习，看大家是安怎做互你安尼有这个机会伫遐伫边对伫边学来参与来看你的成长，看你的这个是不是会使看什么时阵等安排来参与你的服侍中间。为怎哪袂安尼？就是阮的期待讲，是毋是兄弟姊妹会当注重你家己的这个平素的这个性命的建立，平常生命的建立。因为如果你的这个我还没有讲这个所以这个先不要放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你的生命的建立是稳固的，是扎实的，你的属灵的生命呢是比较是怎么讲，就是有一个数值的，安尼才来考虑服侍因为你的任何的服事，它都是献祭，你拢是咧献祭。你要献祭，第一点你是要献你这个人，献你本身。毋是讲哎呦，我要敬拜团，我当然爱看伊有技术无啊，伊有够唱无啊，伊有够大无啊，伊鼓动了有好听无啊，伊的什么声音我唱来了哇，这迄个有的。黄莺出谷，乳燕归巢，听到安尼流耳油，假是安尼，无，迄嘛是重要。不过大先看的是生命的部分，生命的部分。所以，当我把教会这个东西把它建立好的时候，就会看到，开始教会就这一些年，慢慢有进到团队里面来的人，哇，比较 OK 啦。那当然，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也会有一些的机制，来看他们，来评估他们。因为我伫无共款的所在有类似的这种研习会是讲敬拜研习会啦、训练会啦，什么，拢有牧师会私底下甲我问，嘛有敬拜团的这团长私底下甲我问讲，牧师我有个团员这个团员当你把麦克风交给他的时候呢，拿不下来呢，我摕袂落来呢，伊压在了伫顶面安尼你这足苦恼甚至有一个牧师捌甲我讲讲，牧师类似迄个
请什么容易送什么难安尼啦吼。我讲对，这就是咱无规范啦。所以伫我的教会内面，我就有规范，我们有评估了。比如说，我们的敬拜团，我们需要有敬拜团的造就课程，你袂使无上啊，你要来上，规定而且课程你要来上。这个，我唔是讲轮到你才来的。阮的敬拜团逐礼拜拢轮到你，只是轮台仔顶还是台仔骹。我拢甲兄弟姐妹安尼讲，每一个我们没有轮值表，每个礼拜都轮到你，只是这个礼拜你轮台上还是轮台下啦。通常初一摆拢甲我问讲，什么叫轮台下？我讲轮台上我懂，轮台下我不懂。轮台上就是在台上带领，轮台下就是在台下带领。什么叫台下带领？我在台下，我做最好的示范，我好好的、准时的来聚会，我好好的在聚会当中回应，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好好的投入，那叫轮台下啊。没有说这个礼拜轮到我，下礼拜轮不到我就伫楼骹、伫下底翘脚练气球，还是爱来不来，我聚会迟到没有？你是敬拜侍奉者。我常常甲阮的敬拜团的主领安尼讲牧师要上台讲道，我要读3年的神学院，我爱逐礼拜爱准备几若工，伫上帝面头前默想圣经、祈祷啦，为着要安尼催生一个信息，付上极大的代价。千万唔通有人要住咧学了敬拜哇！聚会前5分钟，你啊闲看看，就要起来带。我讲迄，你唔敢徛伫上帝面前，你唔敢徛伫和平教会的讲台顶，你徛伫遐你会带，因为你清彩彩，你看这款的服侍，你爱和牧师同款用心伫咱这场的礼拜中间。我逐日拢安尼甲因讲所以开安尼的时间一步一步。来咧带领，就渐渐会让家家兄弟姊妹甲因安尼调整啦，甲因安尼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一开始来讲到说，什么是敬拜者的条件？谁可以成为敬拜者？要成为敬拜者，到底上帝看的是什么？是看我们的技巧？不是技巧不重要，那个都很重要哦。不是献的祭物不重要，那个都很重要，你不能乱献哦。但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呐。人决定上帝要不要看祭物，上帝不是先看祭物，哇，这个祭物很贵，我才决定要悦纳。没有，他先看这个人，这个人如果不对，你拿再好的祭物来，我连看都不会看，上帝连悦纳都不会悦纳，哇，那恐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敬拜侍奉者本身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呢。你跟上帝关系若歹，你要来把人带到上帝面头前。比如讲，假设的啦我没有任何的政治迄个物件。比如讲，我今日我甲大家讲，来，我带你来找柯 P， 当然，咱当然无拄人大家想要找柯 P 啦。带你来找柯 P， 结果我去到遐柯 P 看到我讲，是你哦，你敢来哦？你敢会对我去？袂，因为你想要找柯 P 啊，我是柯 P 的对顶呢。我一去伊讲，你敢来哦？咱无法度将人带去柯 P 面前，同款啊！咱若来到上帝面头前，上帝讲你敢来哦？咱要哪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所以这是带你咱来思考啦好，下面我要跟咱来分享就是讲我用我的教会来做一个例来咧讲，阮注重下面这7项的一个代志啦敬拜侍奉者7个讲究，这是我伫我的教会内面我的敬拜团讲的。你讲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自己，然后和平教会怎么看待敬拜侍奉者？我跟大家分享这7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活出美好的见证。每一个岗位，不是在台上拿麦克风那个要活出美好见证，然后在旁边弹琴的不用活出美好见证，打鼓的不用活出见证。这个歌手需要活出美好见证
啊，乐手不用活出美好见证啊，指挥要活出美好见证啊，然后这个说不免活出美好见证啊，贝斯也免，不是每一个岗位，不管是谁，不是台上要活出美好见证，然后在门口发周报的不用活出美好见证，不是每一个岗位，大家拢爱，因为这是一场礼拜，这是一个教会的起造，这是对教会每一个人，对你。我伫阮教会甚至安尼讲，对你伫停车场会拄到迄个交通管理的同工，一直到工台顶，最后爱讲到迄个牧师，全部咱逐个人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咱逐个人咱做伙来起造咱的教会，咱逐个人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经营我们今天这一场的礼拜，要把它献给上帝。每一个岗位都要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些腓立比书的中间2章19到24节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人与我同心，我是在挂念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啊，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啊，这个人哦，哇，甲其他无同款呢。哇，你看伊甲我共心啊。这间教会需要是大家岗位拢共心，大家无论什么款的服侍者，无论咱今日服侍伫对位，就像我拄仔讲的讲，敬拜团无轮值表，每一个礼拜。都轮到你，因为每一个礼拜你都要来敬拜上帝。所以，一个好的敬拜团队，如果他要提升他敬拜的迄个赞处啊，真来讲啊，要安怎提升啊？无咱的音乐来提升哦，啊，咱技巧来提升哦，啊，无咱来什么讲哇，咱来安尼哇，叫一个专业的人啊来甲咱训练啊，互咱会当安怎？毋干那是这当然较要紧啊。毋过更较要紧是，互咱真做一个回应真理的见证人。咱逐礼拜听真理，啊，我有咧回应真理无？啊，我逐工咧灵修看真理，啊，我特别伫我逐工的生活中来回应这个真理无？所以在整场的礼拜当中，每一位服侍者都非常重要，每一位，就像我刚刚讲，从在停车场指挥交通的同工，到你一进来。发周报给你的同工，我有一摆我伫我祈祷中间啊，我礼拜前我拢会伫我办公室咧祈祷，我咧祈祷的时阵啊，一个感动啊，我讲你出去看外口，迄个咧指挥交通的这兄弟，伫阮教会吼有一个事工哦，拄啊兄弟才有参加，就是指挥交通的兄弟，讲你遐看，我就出去看遐兄弟吼。伫迄炎热，你南部屏东吼，迄炎热下骹流汗流甲，伫遐咧指挥交通啊，用笑容吼，来，过来，哇，用笑容咧甲指挥交通咧。迄指挥几若摆，叫人捌久啦，叫人头前啦，叫人安怎？啊，有诶回应吼不耐烦，哇，这我赶紧买一摆，哇，这啥货？有诶其实是迄个以为曙红因叫要迟到去啊，哇，车急要停，啊，指挥安尼，不厌其烦，用笑容，讲不要问题，来，哇，安尼啦。啊，我一看了啊，足感动噶，我感动噶，哇！上帝就甲我讲，你遐看，毋是恁伫台下顶吼，恁才叫做咧服侍我，这人咧服侍我，哇！感动噶，讲主啊，哇！这兄弟安尼吼，我毋知通为因做啥呢，我就去甲伊问讲，牧师咧想讲，阮会当为你做啥啊？讲不要紧啊，你著好好服侍，我会当做这啊。我不要唱歌，不要啥，我著指挥交通啊。哇，遐兄弟安尼甲我讲安尼。后来我讲啊，无迄个，看有啥物物件，咱互恁治咧，也是啥买啥，伊甲我讲买过咧啊。我吼，我就不会很奇怪，买讲这个其实比较遮阳。我讲安尼吼，买一个那个。每一个服侍者真的都很重要。有时候人们有一个错误的一种倾向啊，讲哇，牧师要讲道，所以牧师最重要。其实迄搭我讲，一个上帝感动，讲伊看遐个人，
其实我伫遐，我想了做个代志，想了介个代志，就是讲，如果若是一个，比如一个迷信者，啊，今日合我果不其三种吼，哇，好不容易安尼，啊，你今晚甲传福音，啊，咱甲断呢，哇，你甲关心，其实咱拢知影有时关心迷信者吼，迷信者嘛无拄伊讲要甲你来做礼拜对无？啊，关心甲伊讲好，啊，无我即礼拜甲你来教会啦。伊来到头前要停车吼，啊，看到一个面凹嘟嘟的吼，哇！伊会安怎想啊？伊会心内想讲，无爱来啊啦，会袂可能啊？哇，这安尼，啊，这来个哔哔叫，啊，那歹摇安尼，啊，停一个车咧，安尼哗大细声，啊，那足不耐烦，是足无欢迎我哟。我迄碟伫遐，我就想着这，我想了一项代志，讲，今仔日若掠做是布道会，哇！我请一团天韵诗班来，哦，迄个唱足好听哦，哦，迄有录迄个 CD 的哦，请一团来，哦，我请一团亚东剧团来，哦，我请一个布道家来。伊伫外口，起毛摆啦，无爱入去啊！你请伊拢看袂到、听袂到、领受袂到啊！完全领受袂到，因为一个头前的人不耐烦啊，无服侍的心的是，你后壁佫较好诶，你无机会啊！所以伊即摆教会前10分钟，大概就一寡印象伫伊内底。那是伊的第一印象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教会里面那个交通指挥的人好凶啊！啊，那个交通指挥的人哦，好像那做生气啊！啊，好像他信他们的神，很生气啊！很讨厌我们来啊！这个概念都在他里面。伊的圣公，伊真正讲吼，也吞论而来啊，对你这边来对吼，其实带足无愉快的心情。所以每一个服侍者都很重要。所以咱有想讲，牧师最重要啊！这个书会报告可能较次要啊，过来金马团嘛安怎啊？什么啦较不重要啊？可能是这个戏剧的演员，啊是咧跳舞的这个人啊，佮上个无重要的是交代啦，就是音控啦、导演片，明白？这是一种很致命的错误的认知。其实我认为，在每一场的礼拜，所有的岗位的人都在敬拜。都在献祭，都在共同经营这一场的礼拜，这很重要。所以它一样重要，它一样要活出美好见证。所有的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不是讲啊，我伫迄个所在牵老婆婆过马路叫见证啊，我礼拜刷时要去路上捡垃圾叫见证，不是见证，就是讲，互人看见你哇，甲荣耀归予上帝。哇，恁这都无共款的。哇！恁家人做无共款，哇！安尼找人跑进来，伫遐安尼指挥交通，哇！安尼真笑容，真搞人欢迎，恁做无共款。所以这个真做上帝荣耀的这个彰显，他们活出了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第一个最重要。所以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说：“你们的光啊，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你看，前面上帝怎么告诉该隐说：“你若改正你的行为，就蒙悦了。然后看见你，哇，你的好行为，他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有时候我们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说啊，我来做好背，我让把这个使徒信经背起来，新的改编背起来，主祷文背起来，信仰个别背起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拢甲背起来。啊！我从10条给拢甲背起来，啊！我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拢甲背起来，哇！人就甲荣光归有天顶的背，迄是你个人的代志。外口人无在意这，外口人看讲哦，你是安怎画出一个基督徒的迄款式，伊在甲荣光归有上帝。所以这第一。第二个，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第二个强调就强调什么呢？上台人员，特别上台的人，因为大家岗位都很重要。不过有一寡人是，伊会用看到，搁较济会用看到，迄叫做上台的人，伊爱树立典范，伊爱讲一个好的模范。
伊毋是伫迄个所在服侍出声尔，爱有好的模范啊。比如讲一个你锻炼俄罗敬拜人，一个在带领赞美敬拜的人，或者一团的这个献歌队、诗班，伫打顶啊。你讲无啊？我开始啉啊，遮尔啊，就共款啊，就伫头前的，爱食要好的模范。你讲无啦，阮主要是出声的啦，要互人听见阮的声音，无哦。兄弟姊妹，我甲你讲哦，所有咧参加聚会的人，伊是看你全体，伊袂当闭上眼睛听声音。啊，我声音很好，但是我的肢体不好，哦，或者是我的人那个很重担啊，我这个人安尼感觉安尼足累积的啊，我这样徛到遐，感觉足惊吓。弟兄姊妹不是不会看，他全部都看到。所以每一位服侍者都重要，但每一位上台人员都必须成为服侍的典范。他要示范出，对，除了你的服侍之外，你也是一种示范跟教导，示范敬拜者的美好的样式。那你接出来，就是咧甲人讲。我会记得有一届，我的教会办一个布道会，布道会煞吼。有一寡人伊回应啊，伊讲我要信耶稣，嘛一个人回应讲，我今日还袂决定要信耶稣，毋过我有兴趣，哦，你会当甲我联络啊？阮就拢会敲电话吼，阮的这个，阮的教会哦，拢伫这个布道会所，48点钟来啊，就是2天内一定会打电话，谁来2天内打电话，探休啦，你知道，这个意思啦，哦你放3个月，你就袂一哩哈，吼，迄种冷气。2天内打电话，我嘛对咧敲电话，我敲的拢会甲问讲，啊你参加这个布道会有没有哪一个项目啊，或哪一个节目印象最深刻？你讲哦，有，就大家一起站起来唱歌的那一项啊，你有没有上面叫大家一起站起来唱歌，敬拜赞美，大家拢徛起来。我讲，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印象深刻？你讲，因为我看你们哦，在台上那些人，好像他们看得见你们的上帝呢。我讲，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哇，那个笑容啊，哇，手举起来，哇，有些人还唱到流眼泪，好像他们有看到这个上帝，啊，这个就让我很感动。我打电话后，10个人差不多5、6个。我甲你卡，甲我回应者，所以代表啥？其实因这人咧看，伊咧看咱安怎样咧敬拜咱的上帝。你们要宣称说，你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啊！你这宣称的是无输咧甲宣称的嘛？我徛伫第一点咧，我咧报道，我咧甲讲，哇，上帝都听你哦！啊，我本来知影上帝都听的是你讲的呢。伊就看讲恁这人安怎咧敬拜这个上帝。哦，有影哦，哇！你们好大的爱给他，哇！你们唱歌是这样，我来唱歌讲。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你敢有感觉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无感觉？你感觉讲我不太甘愿啊，对不？因为我无甘一个甘啊，对吧？我们在示范，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安怎讲？耶稣伊就是安尼讲，伊拢叫人看伊啊。伊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安怎学我的样式？你来学习我。所以耶稣是啥？互人看咧。耶稣甲经学士、法利赛人，上界大无共是啥？法利赛人拢用嘴讲诶，耶稣互因看。约翰福音5章19节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我凭我家己，无会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啊，耶稣来讲叫人爱看伊，因为伊嘛有看通看咧，伊看爸安怎做，啊爸安怎做，伊就对咧做。啊，所以爸上帝安怎做，伊对咧做。啊了，伊佫甲大家讲，啊你对我做，应该是安尼啊。伊可能大家都是安尼学习啊。约翰福音14章8节到9节讲，腓力啊。对耶稣讲：“哦，求主将爸显明互阮看，哦，阮就满足啊。
耶稣讲：哎哟，回力啊，我甲恁同在遐久哦，啊你甲无认捌我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爸。先来讲看见我，看见爸，因为我甲爸安怎彰显出来啊？啊，爸会安怎做，我就照咧做啊，我就是安尼啊，啊，就互恁感受讲爸迄款的疼。所以敬拜侍奉者或者上台人员必须提供一个让会众效法的典范。我伫台顶我是做主人，我的内心介主人，我的敬拜毋是敬拜伫我的嘴的声音，是敬拜伫我这个人。我有感情无？我有真正信无主无？我有真正听伊无？我有真正认捌伊无？所以你知吗？什么时阵你会成为一个典范？就是你对于你所声称你在敬拜这个对象有更深的认识跟体验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典范。我对伊也无啥捌，啊，我对伊吼，对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我无啥知。啊，耶稣是安怎样会救主，我也无啥捌。啊，我著婆婆也知，我著爱吟诗尔。啊，我来遮我来唱。毋是哦，是我必须要伫我的灵修，伫我的这个信仰的追求中间，追求更较深来了解伊、认捌伊。你愈认捌伊，你吟的诗歌内面所讲迄个上帝，你才我都认捌。无你唱你外面，你的皮笑肉不笑，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典范，然后没有办法让人们看见哦，我要效法啊，原来爱安尼敬拜主，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每一个岗位都一样重要。但第二个，只要你有上台，人家会特别看到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典范啊。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呢，敬拜侍奉要带出对真理的回应。敬拜侍奉是咧回应真理。咱所吟的歌，迄是咧讲真理呢。咱所吟的圣诗咧讲真理呢。我会记得我去做兵的时候，我都去做兵，我是朋友做兵，我在澎湖当兵。我刚去当兵有半年之久，我礼拜天是没有放假，因为我迄个时阵澎湖比较紧张。我迄个时阵，啊，为什么澎湖比较紧张？因为金马大撤军啊，金门马祖大撤军，然后那时候那个国防部吼，伊的迄个等于讲决战点哦，是在台海中途啦。啊，台海中途一下澎湖啊，所以澎湖出紧张，啊，出紧张的时阵吼，阮就是大家赢，拢轮流时间休假，无像咱个本岛台湾都是6日，啊，我迄阵毋是，迄个年代嘛无6日啊，就是讲礼拜天，台湾拢礼拜天，啊，澎湖毋是，你只赢是礼拜一，你只赢是礼拜二，你只赢礼拜三，你只赢礼拜四，啊，大家赢拢无共款啊呢，啊，每半年再轮一次啊呢。啊！我拄啊入伍，嘛拄啊落部队的时，拄好阮迄年啊，阮迄个营轮到拜三，哇！拜三我就去教会啊，吼！你迄时阵也无咧礼拜，啊有台湾介一个教会拜三拢有周间礼拜，朋友遐无啊，啊我吼第一摆休假的时吼，我拜三，我拄啊去安尼，我找去马公长老教会哦，去马经教会。我去哇，看迄礼拜堂看，啊门关咧安尼哦，看转来。半年后，哇，轮到阮休礼拜天，哦，欢喜甲欢喜啥？欢喜要来敬拜上帝啊！欢喜要来敬拜上帝。休假我就哇，来马经教会，入去内面，一个开始吟圣诗，我开始哭，自头哭到尾，哭到袂禁止，吟到吼第一节开始吟吼，拢无去啊，拢看无。啊！就一直哭，哭，啊！就坐到遐吼。自礼拜开始到礼拜煞咧足倒啊，我嘛流目屎拢流袂停。伊安怎，互上帝话感动着。一个吟圣诗，圣诗内面拢咧讲真理啊，真理都出来向我讲话，真理来蒙着我，哇！感动到。其实我伊体会一项代志，讲什么叫做敬拜侍奉？敬拜是咧回应真理，敬拜毋是咧。敬拜不是在讲音乐，不只是音乐，它超过音乐，它讲的是真理。敬拜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真理的里面。
对圣经内面讲，耶稣讲时要到，现今就是真正敬拜白的人，爱用神甲真实，真实其实嘛是咧指真理 （truth）， 是真理的意思。你是爱真实来敬拜，无毋对，毋是假假，毋过系伫真理的内面。所以这是每一个侍奉当中拢必须爱对真理做回应。什么叫做真理做回应？我嘛有7项的一个分享啊。第一就是对上帝信心的提升。你有相信伊无？你有相信伊的话无？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没有相信你所唱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唱的“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你有相信吗？我要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有相信吗？求你坚固我主啊，我需要有你我要成为渴慕，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了。你有相信吗？还是你每次都唱过去了？咱咧吟一首诗讲，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你有相信吗？你有相信上帝的救恩？你有相信上帝救恩要拯救咱的台湾无？你信心。第二，你要有自信，有信心才有自信嘛。你坐徛伫台顶咧服侍，我有自信无？我咧吟的是有自信无？有信心就有自信。我咧吟啊作虚的，我吟到遐作虚的。我吟到讲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作虚的。我也无影有哪听伊。我吟讲大家同齐勇敢脚步，我吟作虚的，无自信。你真理要回应。第三，爱搁较有忠诚来祈祷。其实我的教会上头嘛是安尼，就是逐摆敬拜团咧带敬拜的时阵，带到地上乱足，你知无？祈祷的时候，吟诗吟一大声在赞美唱诗歌很大声然后开口来祷告，声无伊啊，真的。然后麦克风就怎样，越离越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拢安尼啊？你没有信心啊？你无真理呢？无你来祈祷，咱唔敢祈祷出来。过来就是更较有深度的敬拜。你有没有一个渴望？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经历他。我要经历我所唱的这位神。当我唱到他是医治者，我要经历他；当我唱到他带领我经过死人的幽谷，我要经历他；当我唱到说他是使我头高举的神，我要经历他；当我唱到他的慈爱永不改变，我要经历他。你有没有更深度的敬拜？再来一个就是更释放的自由的敬拜，更较透放，更较自由。吟较足拘谨。你如果拘谨，敬拜侍奉者如果拘谨，弟兄姊妹更拘谨。因为连带领者都那么拘谨了，我怎么会很自由？我只会比他更拘谨呢。所以我是不是释放自由的敬拜？再来，你有没有神国那种喜乐的彰显？不是我对我来讲，某一个教会安来安尼笑假假，不是，就很自然的喜乐的彰显。真主人迄个喜乐走出来，真主人安尼欢喜感染你。同样音无一定来讲所谓的福音的道理啊。有时阵你安尼真喜乐，迄个感染到人，人感觉讲哇，迄信仰所做好。我会记得我可能10外年前台湾教会介流行唱一条歌叫《真正好》啦，你捌唱过无？我一届伫我的教会，我放开玩笑，看你带领啦，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你煞了我讲你的耶稣敢若无啥好。你讲毋是啦，无使我足紧张啦，我知影啦。我电话安尼甲你讲，互你安尼会晓较笑咧啦。你也吟真正好，你安尼紧张个安尼吼。咱难免会紧张啦，毋过安怎爱祈祷求主帮助咱啊。喜乐自然彰显，过来就是疼上帝甲疼人的性命。什么叫疼上帝疼人？
即有人甲我问讲，牧师什么叫爱神爱人？讲你咧吟诗的时候，你对兄弟姊妹有负担啊。我某一解，这其实嘛是，这我会写这拢是伫我的教会运用，啊，我会安尼用，就是因为我的教会捌出现着一寡代志，捌咧学了敬拜人，甲会友骂啦，吟的讲，你咧都无唱，你无迄落，煞了我讲，唔好共骂，你骂愈骂吼，人愈唔敢唱啊，哦，你收细声，你唔好共讲，要用鼓励，啊对伊有负担。你若有负担吼，讲来，我甲因讲，什么心理嚟讲，像咧带你的囡仔，讲来啦，再来一次。对，我咧想到我查某囝咧，迄个后生查某囝咧学骑脚踏车，第一道袂晓骑，拢会跋倒啊。啊，我的囡仔会惊，我安怎后壁甲扶咧，啊，互伊安尼骑嘛。啊，了我甲因买迄个护肘甲护膝啊。我讲吼，戴上护肘护膝，骑脚踏车不怕摔跤，啊，戴个安全帽。啊，我恁囡仔吊杆甲摔跤，干嘛很好玩，都不会痛。啊，逐摆来跋倒甲鼓励，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对他有负担，你爱他，啊，你爱上帝，啊，你爱人，这就是带领赞美敬拜很重要的这一些的，你对真理的回应，这东西对真理的回应，你这种心很感慨，所以对神的信心提升，更加的拥有自信，更加强盛的祷告。更有深度的敬拜，释放的自由敬拜，神国喜乐的彰显，爱神爱人的生命。所以你一个敬拜团队，你若带出来就是惊吓啦、彷徨啦、不敢祷告啦、沉重啦、紧张啦、压力啦、没喜乐啦，哇，啊来害啊！这款的性命吼，其实伊无敬拜的效果，敬拜吼伫心中也无产生功效啊。也无产生改变啊！敢若亲像上帝真理，敢伫心中是失效去安尼哦。伊拢安尼拢挖出来，拢是伊家己即个天然人的种种的限制，其实无法度带领人。所以你注意看几个圣经在《使徒行传》4章13节，他说他们看见什么？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啊！他们就认明一件事：你们是跟过耶稣的，哇！军队跟耶稣都无共款啊！啊，你也无读啥物册呢？哈，你啊，讨海啊，啥物都唔捌。哦，他即马变安尼，哇！你有军队过耶稣，你看，迄是啥物货？迄因看到的。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到47节讲，因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人看了，哇，人就爱哇，很喜欢你们这些人。哇，很爱你们，哇，你们真好。在世间人也未爱耶稣之前，他应该先爱基督徒。但他通常世人就是做讨厌比较多，尤其是做讨厌恁家的迄个伫内底的人，哇，你歹行行，哇，什么样的？啊，他如果是这样看，哇，伊别来找耶稣。所以咱态度真要紧啊！吼，对，咱的这性命真要紧。第四，要跟咱讲的是，我在有教会里面强调一个要有卓越的态度。无论安怎，你讲我的技巧还未够上好，我的技巧还未够安怎，毋过我的态度个爱介卓越。咱有时阵拢会想讲，一直想技巧变提升，技巧变提升，我技术变较好，唱歌变较好听，我乐器变态度上要紧。你态度叫做心中之心 ，heart of heart。态度，你什么款态度，迄就是真正的你咧。你也注意看，你一间餐厅，你这间餐厅哦，对恁态度做歹。哦，伫咧门口口的态度做歹，你迄个门口口哦，无人要插你，啊，无人出来甲你讲，欢迎光临，无，啊，请问几位？啊，帮你安排座位，啊，拢无，你遐徛足久的，无人插你，啊，你搁爱主动去甲问，借问会当入去袂啊？啊，伊讲你在做什么？我来吃饭啊，我在慢慢等，你会在那里慢慢等吗？你讲岂有此理啊！我来吃饭是欠你的吗？哇，这么凶你就走人了，对不对？那叫态度。所以假设这间餐厅
伫门口靠写本餐厅以客为尊。啊，你来到门口靠，你要做什么？你有感受到以客为尊不？所以他的态度就是真正的他。你也怎样？所以人们的态度显示出他的内心状况。伊内心什么款，伊态度就是安尼。伊的内心其实无欢迎咱，伊的内心也无以客为尊。啊，咱上台了，咱要服侍，咱什么款态度，其实咧显明咱的对上帝的心啊，也是咱对咱的肢体兄弟姊妹的心啊。做天王台护书啊，2章这个所在安尼甲咱讲。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有作为卑贱。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污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呢，其实我要特别指出来。我不知道你跟我以前有没有一样？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我误解啊。我以前甚至跟上帝这样讲过啊，说上帝啊，哎呀，我好羡慕人家是金器、银器啊。我不是啊，我是木器啊，我是瓦器啊，哎呀，我不是贵重的啊，哎呀，我是卑贱的啊。哇，你看人家那个金器的，哇，人家好厉害啊，哇，他哇好多的才能啊，哇，他好多方面能够被你用啊，我这不是啊。其实我以前我该自卑啊，我以前我该微笑咧。我虽然是牧师囝，不过我做微笑咧，我上爱讨厌就是有牧师去找阮爸爸。因为当牧师做伙是讲话讲几步，人做我讲话，好讲甲我想要出门吼，安尼做微笑咧，唔敢出去啊，拢关伫咧房间内面啊。我拢甲我妈妈讲，妈妈叫爸爸紧和迄牧师叔叔紧讲的啊，我想要出去玩啊。伊讲你就走出去啊，不要啦，我都唔知道你惊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道是在士林长老教会。然后时代咧讲道的时阵哦，这个例我定伫阮教会讲互人听。我咧讲道时一直听到一个声，哭的声。我讲奇怪，是安怎奈讲道哪有哭的声？迄阵时我是第一堂啊，礼拜天早上第一堂，迄个时阵的第一堂吼，足恐怖的。我一个上台，迄阵罗牧师甲我讲，甲生啊！安尼吼，你迄个后个月迄个当时第一顿，互你讲安尼吼，哇，紧张甲，准备甲，坐你后壁，无注意嘛，咱金圣时就徛安尼啊，一徛要讲到一看我第一摆拢安怎讲台神的老师啊，毋知即摆阁有无我毋知，迄阵吼台神的老师伫士林教会咧教圣人主日啊，我一看讲哇，拢台神的老师，我惊死我一个1年的，我要讲到。我拢一直听到，哭。后来我才发现到那个音源从哪里来，从我的手表来。我的手跪伫遐，一直搓，哭。我想讲奇怪啊，那讲到有配音，哭，你要怪啊。所以我就讲，哎呀，我是木器，我是瓦器。后来我继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天我有一个发现。他没有告诉你说，金器就是贵重的，木器就是卑贱的。他没有告诉你，贵重跟卑贱是因为你的材质。他是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就忽然间想说，对嘞，我来看我的材质，说我是木器啊。我不贵重，没有，我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好了，我就可以做神你贵重的器皿了。贵重的器皿是用途，不是材质，所以不用害怕我的材质不好，我的材质不好不要紧，我这个人把我分别出来，我有好的态度，我有觉悟，我脱离卑贱的事，我就要变成做圣洁好用的器具啊。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让神使用，我们不仅要成为合用的器皿，就是具备能力合用嘛。我有能力，我会当上。可是更重要，你要做好用的器皿。我伫我教会内面，捌碰到了一下，哇，这个人足敖，足敖唱歌，哇，这个人足敖弹琴，
哇，这个人做我弄过，哇，这个人哇，他弹吉他，哇，好会弹吉他，哇，技术好好哦，哇，这个哇，他怎么哇，好厉害呀！但是哦，好难用啊。怎么样难用？天气热难用，天气冷难用，心情不好难用，因为天气热啊不爱来啊，安怎一吸一个啊就不爱来啊，吸一个啥啊就安怎啊，吸一个啥啊就哀叫啊，雨势较济就啊又一个啊啥话啊，人牧师来讲，某人啊，啊你吼，你这个白雨伞，其中有一个所在哦，我都还袂讲的啊，牧师你要批评我安尼啊，哇，好难用。我讲你乃讲我要批评，我无啊，我是讲有一个所在啊，对啊，你讲有一个所在啊，我讲无啦，有一个所在做啊做好咧。哇，原来做敏感啦！我讲有一个所在尔，伊就keep 不 put， 就讲牧师你要安怎？我有一届一个敬拜团的同工，迄拢介早期啦。哇，礼拜三是写场配互我呢，讲牧师你今仔日讲得拢咧骂我。我知道你讲的都是我，我后礼拜安那上台的时候，赶快解释一下。牧师吼，准备讲道片吼，爱2-3天，默想啦、祈祷啦、写安尼吼，咧真用心传讲吼。我无可能准备2-3天，为着要甲你骂啦。我若要甲你骂，直接骂就好啊，就爱准备个安尼。我就用开玩笑带过去。它好不好用？好难用。啊，卡袂到就安怎？卡袂到就安怎？啊，卡袂到就袂使，卡袂到就埋怨，卡袂到就什么要转万言。合用但又不好用。你有真侪材料，我足歹用，也袂调正直，啊，无法度甲你参详，啊，牧师有时基于一些整体教会的建立，必须给你一些的那种改变，也不行，哦，那就很难用。那这合用又好用的器皿，爱有卓越的态度，态度就是我内心状态的所带出来外在的回应，其实伊外在迄个反应，才是伊真正内心的状态。所以你看，今年10章26章，我觉得这个箴言有些话讲得很好玩。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哇，感觉呢，喙齿真酸，感觉哇，目睭安尼真涩安尼吼，哇，变大人就是安尼。但是有个人你服侍做变大，叫你啥都唔买啊，唔练啊，唔啥，就做歹用。腓立比书2章1到5节讲，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哇，这个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再讲一遍，你的态度说明了真实的你。你用什么态度服侍，比你参与什么服侍更重要。你拥有什么态度，比你拥有什么恩赐更重要。所以我在我教会也看过有些很有恩赐的人，态度非常不好，一直没有办法被神兴起，他一直很抱怨，一直觉得上帝这个没有恩待他。其实问题出在自己的态度上面。所以每一个服侍同工，态度非常重要。第5个当然就是美好的品格，这个是跟态度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品格。因为上帝看人啊，品格很重要啊。我们不可能里面污秽败坏啊，想要被神使用，这是难的啊。我们不可能，你看我们是器皿啊，你不可能这个器皿的里面哦，哇，好肮脏啊！哇，里面的哇这个污秽啊，都没有洗哇，然后这个我去这个倒一杯茶给你喝，哇，大家一看哇这个脏不能喝，这就是我们器皿啊，如果肮脏，就是像我们的品格不好一样，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所以品格是指一个人的道德生活啊，道德生活。在圣经的内底真侪领袖。一开始互上帝生气哦，哇！一开始互上帝使用，不过最后安怎？互上帝气煞啦！怎样奈互上帝气煞？因为伊这个品格顶面的瑕疵，品格上面的瑕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参孙啊、基甸啊、扫罗王啊这些人啊，
这些人。那其实呢，这个在诗篇第15篇1到5节这一首诗歌，哇，这首诗歌非常重要。他在讲到敬拜，他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啊？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啊？就是行为公义，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他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敬重那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里讲的寄居帐幕啦，这里讲的住在圣山啦，其实同一个意思，它指的是敬拜。住在你的帐幕，来到你的圣山是来敬拜。那谁能够来敬拜呢？来敬拜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有带金钱哦，我有带金银哦，我有带贵重的礼物我有带牲畜不是，也不是任何的仪式规矩我都要照着遵守，不是。圣经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好的品格啦。所以敬拜团队的成员是否拥有美好的品格，会直接影响到他所带领的赞美跟敬拜，直接影响。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诗篇66篇18节说：“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不听所以当主不听，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祭司更不用讲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主了连听都唔听，我的心来注重罪孽，主了唔听，唔听我要怎带人来到主的面前，带袂来我要来，我嘛唔敢来，我嘛惊袂来，我会米所以品格真重要品格真重要。再来第6项就是属灵的应用。我伫我的教会真强调属灵的应用。咱所领受的真理，不是为了要加添咱的财物。我每次来到教会里面，我都告诉弟兄姐妹，我说聚会很重要。我都会请我教会弟兄姊妹跟我念说，聚会很重要，他就说聚会很重要。我说散会也同样重要，他就会说散会也同样重要。聚会重要是你要来聚会，你要来敬拜上帝，你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可是呢，为什么散会重要？因为散会你要去应用真理，你要去应用我就问弟兄姐妹说：“请问你聚会的时间比较长，还是散会的时间比较长？”散会我聚会只有1个多小时长一点1个半小时有时候多一点我又有服侍2个小时但我散会的时间呢，6天又22个小时那是我散会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散会要那么长时间？为了应用。2次聚会时间就是应用。所以我们不光要拥有敬拜生活，我来敬拜，我活出一个敬拜的生活，我要有生活敬拜。我的生活像拢在敬拜主，怎叫做我的生活像在敬拜主？就是我的讲话、我的行事、我的抉择、我的反应，都必须做属灵的应用题我的应用每天我的应用真理，把真理挖出来，挖伫我的生活上无我每天来做礼拜，礼拜刷了，回去就安怎？甲上帝讲拜拜，下礼拜再来看你像咧甲上帝面会好像来面会他把上帝关在礼拜堂里面，下礼拜再来看你拜拜，下礼拜再来出去外面以为上帝不在了我过我的生活，然后下礼拜又要来服侍很奇怪。平常是做属灵的应用题应用题。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把这些事做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生活上的应用题，生活上的应用题，才是真正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不光是活在教堂里，也不是只在事工里，而是在生活里。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我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我的真理，敬拜必须在真理，敬拜必须在诚实里，敬拜必须在真实的里面。我真的每一天应用他的话，我真的每一天在我生活中敬拜他，我才能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叫做一致的生命，一致的生命。真侪时阵，咱的生命无一致啊，伫遮一款型，伫遐一款型。伫讲台顶一款型，因为我今日轮到我啊，我还带儿子敬拜，我伫讲台顶要表现很敬虔的样子。可那下了讲台以后，哎呦，变得奇奇怪怪。啊，下了讲台以后，哇，他们做我的事，吃我的东西。我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交换讲台，哇，我真的是这些年哦，因为有时候会有些纪念日什么的，纪念主日去交换讲台，哇，看真侪有时我会感觉讲。那会安尼啊？我捌看到我带敬拜赞美，刷了落去坐边啊，伫遐咧食早顿咧。我咧讲道呀，我食到还佫怎倒伫遐困咧？我伫心内记得，我唔好讲出来了。哇，这个很奇怪啊！刚刚在台上，哇，敬拜赞美，哇，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以圣洁来到里面，啊，倒遐倒大遐，咧食早顿啊。不一致啊！我嘛唔知到底这些人，因为不是我会友，我回到家里怎样？我说我有讲过说，我在2003年刚回到和平的时候，看到哇，怎么这些人，为什么再去垦丁？为什么男男女女怎么住同一间？在那边在喝酒啊？怎么会这样呢？你一致的生命在哪里？就不一致啦。你们讲谁最不一致？就是那些喊和善啊那些人啊。对不对？一个礼拜前说和善啊，和善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一个礼拜后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同样一批人，很不一致啊。到底他们是谁？耶稣都感到错愕，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落入一种迷失，就是说，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要表现得很好；当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要活出上面所讲的一切。可当我下台的时候呢，我却活出一个完全不一致的生命。而这种严重性，就是使我们活出了什么？像法利赛人那种生命啊，就讲一套，也得讲一套啊！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啊！所以耶稣一直咧指因的问题，今日有可能耶稣总来指咱的问题啊！耶稣安怎指？在马太福音23章25到28节，讲：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但里面呢？装满勒索跟放荡，你们这瞎人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啊，好叫外面也干净啊。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哇，里面西凉骨头啊，跟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里面哇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耶稣用记，所以你看耶稣为什么要指？耶稣其实不是要我们读这段经文说啊，你看爱法利赛人安怎啊，你看爱经书安怎，这是在讲耶稣他看重的是一致的生命，表里一致。所以所谓的一致是指说，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思考，就是说，不光是顺境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哈利路亚，逆境的时候批评论断，这个也不一致，因为你面对的是同一位上帝。你疲惫的时候呢？你知道我这些年真的发现很多，这个今仔带儿子敬拜人，伊内心是足不满，你嘛看得出来。伊对上来足不满，你嘛看得出来。伊即马内心足无好，你嘛看得出来。其实拢看得出来，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咧服侍，不是伊的歌咧服侍，不是伊的声音咧服侍。所以很重要，有时候就是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你能不能一致？与我们计划违背的时候，能不能一致？不光上台的时候，更是台下的时候，不光在教会，也是在家庭啦、学校啦、职场啦，甚至是在我们与朋友一起吃喝的时候，
我一道到阮牧师娘去高雄，阮伫屏东牧会嘛，啊，就该拜一，啊，我就驶车去高雄，啊，高雄的一个迄个百货公司，啊，我就讲，啊，去伊美食街食饭好啊，就入去内面，其中有一间即个真水的咖啡厅，啊，我就到阮牧师娘入去内边，就点一个迄个意大利面啊，坐落遐。我咧坐伫遐祈祷煞，啊，就伫遐等这个，我的餐先来，啊，餐先来，我不会先吃嘛，就等师母都来一起吃。总要听到迄个隔壁迄边遐，因为中是有隔起来，但是它其实是装饰，做薄的。听隔壁遐，你讲啥样唔知？哈，阮迄牧师哦，实在是一支嘴啊，都唔知讲啥物话啊，咧讲台顶讲哇，啥安怎啊，到尾哦，有够烂，有够烂，呀，讲3遍了，啊，做大声加重音呢，有够烂，安尼，哇，足艰苦心的。我现在介艰苦心，就是讲，我伫个隔壁，迄个咧，我听有，啊，未信者听有无啊？边仔嘛拢有人咧食，迄间个生意阁袂歹呢，嘛拢有人咧食。啊，伊讲个遐大声，啊边仔人拢听到，讲哇，这基督教的哦，你讲伊的牧师哦，你讲伊的教会有够烂，迄个名都讲出来啊！我是一个冲动哦，我跟牧师讲，我去跟他讲好不好？我这讲，卖甲讲了，我讲哇受不了了，一直讲下去呢。后来我想一个代志，我讲无安尼啦。等一下你的餐来，我再祷告一次，祷告大声一点。有安尼来甲提醒讲，边仔嘛有基督徒咧听。我真正我祈祷介大声。所以我咧讲来讲，有时候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很好，基督徒，但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怪怪的？我有一次去找我一个嘛是牧师囝的朋友，我大学的时代去因兜，伊就讲来我们家吃饭啦，我妈妈要煮啦，我就边牧师你平安哦，牧师平安哦，含坐落遐，我咧做咧看电视，就先来去因兜食饭时，我这个朋友伊都退伍回来，迄牧师囝，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因为很久没见面了，看电视。你看的时候，哇，介好笑！就一边笑，哈哈哈哈！就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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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安尼啦，消音啦吼。因爸爸从他行出来，一直在看。他没有发现呢。过一下个好笑一个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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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爸爸从你对我在讲啥？他忘记了，他在他们家里面骂脏话。我就甲讲，你对我那一直臭叫我忘记了。我讲你是不是因为当兵的关系呀？对了，因为我记得我都去做兵的时阵吼，迄个班长啊、排长啊，哇，都骂脏话嘛，而且开始讲话拢臭叫嘛。我们被影响，我们活在一个你不用特别学就会被影响的社会文化里面。所以，作为一个敬拜者，保守我们自己，活出一致的生命是格外的重要。所以今天我用拉拉杂杂讲了很多，跟大家来分享，这是我自己的学习，也是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建立教会的敬拜的事工的一些的心得跟一些的看法。我也祷告，求上帝来恩待我们的教会。因为士林长老教会我觉得有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的诗歌创作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我在这里服侍实习的那个阶段，在这里写，然后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的人生的讲道也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的实习的教会也在这个地方，然后感谢赞美主，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教会。128周年上帝的恩典恩上加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你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生命作为活祭，也期盼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服侍都在你的面前。主啊，我知道你所看的，你是要看这个献祭的人，你不光要看我们所献上的祭物。当我们这个人不对劲，你不会悦纳我们所献的。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调整，被你装备，被你改变，被你修剪，被你成全，成为合你心意的样式。愿你兴起我们，成为你合用又好用的器皿，透过我们所参与的服事，来与我们的牧师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一起来经营每一次的礼拜，把这个礼拜成为馨香的祭物，献上在神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愿你也祝福每一位今天下午在这里来一同参与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等一下，我们拍手哈，来谢谢葛牧师哈。等一下，中间简单的休息。晚上我们还有一场聚会，7点哈，咱7点够请主会。葛牧师他从屏东过来，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人希望这个机会有跟他有一点点对话，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咱做一个段落哈，他们家休困因为等下葛牧师他还需要又都在大东路家那里休了，一等下6点半一个过来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谢谢大家，特别是有几路有一寡兄弟哈，是对其他教会来真欢迎恁。当然若暗时方便，恁等下树林踅一下吃个便餐，晚上7点的培灵会也欢迎你们能够一起来参加哈。咱今仔日下晡讲座，这是讲座啦真感谢葛牧师徛遐尼久尼特别咱台湾徛，咱搁一摆拍破来感谢伊哈。OK， 好，平安。咱互相请安，互相请安。因为咱知影，咱等下圣歌队、不良敬拜团、咱共我甲雅歌这3个团咱知影，咱等下拢有一个练习，好，多谢，大家互相请安平安。